於廣州巴士集團有限公司971台純電動城市客車嘅採購項目招標公告咧，就已經係發布咗噶啦。然後關於今次嘅招標信息入邊咧，其中有幾點係值得去同大家講一下嘅。首先第一就係今次公告顯示嘅項目資金為8億0569萬啦，睇上去同之前嘅計劃書係差唔多嘅。第二咧就係我哋可以見到今次嘅招標一共係可以分咗5個標段嘅，其中包含咗371部8.5米嘅純電動城市客車、110台8.5米嘅純電動城市客車、100台8.5米嘅純電動智能網聯客車。然後喺公告入邊就可以見到呢啲8米半嘅車呢，佢哋嘅最高單價限價係為89萬以內嘅，咁啊同之前我哋所推測嘅就差唔多啦。然後仲有288台嘅7米純電動城市客車，同埋102台嘅7米純電動城市客車嘅，同樣呢兩批車嘅最高單價限價呢，就係喺74萬以內嘅，咁啊成個開標時間呢，就係8月15號，所以話至於關於呢啲車會係用邊個品牌嘅話呢，大家唔使急，等多幾日就會知道噶啦。然後第三就係今次嘅招標公告入邊就可以見到條消息，就係喺合同生效之日至中標人交付所有車輛入邊呢，係有保修期10年嘅期滿嘅，亦即係意味住啊，當廣州嘅呢批新車所交付之後呢，係會有一個10年嘅廠家質保嘅。咁同時呢，個人亦都可以預估呢批新車嘅成個使用年限係會對比起而家喺馬路上淨係有質保8年嘅電動公家車嚟講，會有更長嘅一個使用壽命嘅。然後第四點呢，就喺今次嘅採購項目公告入邊，我哋都可以見到今次嘅招標呢，係包含到廣州巴士集團有限公司同埋廣州巴士集團持股經營嘅第二巴士同埋廣州花都行通呢3個公司嘅。咁啊，其中最大嘅廣州巴士集團咧，就肯定唔使講噶啦。最早喺2017年上線嗰啲王牌 K9FE 同埋第一代嘅高頂 K8LG EV4咧，基本都係走唔甩嘅。而另外嘅第二巴士同埋花都行通咧，呢兩間公司佢哋同樣都係王牌車大戶嚟嘅喎。其中第二巴士咧就有73部嘅宇通 E10、13台嘅宇通 E8 同埋408台嘅第一代 K8LG EV4咧，都係王牌車嚟嘅。而另一間嘅花都行通咧，雖然佢哋嘅規模冇咁大啊，但係數量同樣都係唔少嘅喎。就有22台嘅宇通 E8 同埋100台嘅第一代 K8LG EV4咧，都係同樣夠年份嘅。所以咧，對於以上講到要退役嘅車輛嚟講咧，就只能夠喺度同大家講，盡量見到咧就坐得就坐，影得就要影啦。咁當然啦，以上一切咧，同樣就係根據最近嘅呢份項目標書公告入邊所推測出嚟嘅。嗱，真定假，我個人唔敢做擔保。咁基本上咧，大家等多幾日佢開標，同埋等到明年新車交付之後嘅一切答案咧，大家就會知道噶啦。